在播音室中為你分享同步這漫漫長路，和諧歌聲伴隨，齊來一起傾訴。是我主基督在我身邊延續每一個句號，願你可交出真心來，想找的必得到，聽着便會知道。歡迎大家收聽逢星期六下晝4點至5點鐘嘅天主教宗教節目《漫步心靈路》。咁今日好開心，有我 Samuel 同大家一齊講一個賣一個廣告啦，算係。咁遲啲亦都會有兩位拍檔同我哋一齊出嚟直播室度過呢一個下晝嘅。咁首先就請許純娟修女同我哋講下今日嘅聖經話我知。今日嘅福音係嚟自若望福音。一周的第一天的晚上，門徒們聚在一起，因為怕猶太人，門窗都關上。但耶穌來了，站在他們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說完這話，就把手和肋旁給他們看。門徒看着主，都滿心歡喜。耶穌又跟他們說：願你們平安，正如父派遣了我也派遣你們。說完這話，便向他們吹了一口氣，說：你們受領聖神吧。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得赦免；你們不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不得赦免。8天後，門徒們又聚在屋裏，多默和他們在一起。雖然門窗都關上，但耶穌來了，站在他們當中說：願你們平安。然後他對多默說：把你的手指放在這裏，查看我的手吧。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吧。不要疑惑了，要信。多默回答他說：你是我的主，我的天主。耶穌說：因為看見了我，你才信嗎？那些沒有看見的信的人是有福的。耶穌在門徒面前還行了許多神蹟，沒有記載在這本書上。這些記載下來，是要使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天主子。你們信了，就會因他的名而得生命。各位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大家好，我係許純娟修女，好高興有機會同各位一齊分享天主嘅聖言。今日係復活節後第2主日，同各位講一聲復活節快樂，亦都唔會係遲，因為復活期嘅慶祝係一直至到聖神降臨嘅，咁即係我哋慶祝50日。嗱，今日嘅福音講明咗基督嘅復活，為我哋帶嚟咗平安、喜樂同埋勇氣。呢一切都係以信德為基礎嘅。今日福音嘅內容，我可以將佢分為2個故事嚟睇。第一個就係耶穌死咗之後，佢啲門徒因為害怕猶太人，所以就將佢哋住嗰度嘅地方緊緊關閉起嚟。復活咗嘅基督喺佢哋中間顯現，第一句話對佢哋講嘅就係：願你們平安。戰勝死亡復活嘅耶穌，為世人帶嚟咗最先行嘅就係平安。跟住復活咗嘅基督就向門徒顯露佢嘅手同埋肋旁嘅傷痕，表示佢正係嗰一位曾經同佢哋一齊生活過嘅師傅。嗰啲門徒睇見咗主，亦都認出嗰啲係因為毫無保留嘅愛而造成嘅傷痕，點樣唔會感動、唔興奮、唔開心呢？先前嘅懼怕亦都隨之而消失啦。由此可見，復活嘅基督唔單止俾人帶嚟平安，亦都帶嚟喜樂。復活嘅主藉住顯現，亦都
給予同埋派遣咗使命俾嗰啲門徒。呢個使命讓佢嗰啲門徒分享耶穌嚟自佢天父嘅派遣。耶穌曾經講過，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仲有慈愛嘅耶穌喺派遣門徒去執行佢嘅使命嘅時候，亦都給予佢哋完成使命嘅動力同埋能力。藉住噓氣，門徒領受咗聖神，喺聖神嘅帶領下，佢哋充滿勇氣，有自信咁去使天下嘅人得到罪赦，而且跟天主和好。故事嚟到呢度有咗新嘅轉折，原來耶穌顯現俾門徒嗰陣時，唔在場嘅多默喺第啲門徒向佢話我哋睇見咗主嗰陣時，佢強調必須親眼睇見、親手觸摸耶穌嘅傷痕先至會相信。於是喺8日之後，嗰啲門又關注耶穌又嚟咗，企喺佢哋中間，話願你們平安。佢又請多默伸隻手到佢嘅肋旁，進行佢所要求嘅驗證，又請佢唔好做唔信嘅人，要有信德。而多默亦都立刻決定性咁話：我主，我天主。啱啱榮休咗嘅教宗本篤16世喺解釋呢一段福音嘅時候，佢話耶穌向門徒展示佢受難後嘅傷痕，後嚟又讓嗰位唔相信嘅門徒多默觸摸佢嘅疤印。榮休教宗話呢個係由於天主遷就佢嘅門徒，令我哋從相信嘅門徒同埋唔相信嘅門徒兩者之中都得到益處。事實上，有疑慮嘅門徒喺觸摸咗耶穌嘅傷痕之後，唔單止佢嘅疑心病得到咗痊癒，我哋呢啲後世嘅人亦都得益，唔會再唔相信，而且仲要對天主嘅愛同埋真理作宣講同埋見證。我哋可以睇到復活嘅耶穌喺門徒中間顯現，表示出耶穌對世人嗰啲毫無保留嘅愛。喺嗰個晚上，門徒關閉咗門戶，但係阻擋唔到耶穌，佢嚟到佢哋中間。8日之後，門又係關住嘅，但係耶穌又嚟啦，一次又一次咁給予平安。佢對世人嗰一種永不休止嘅容忍同埋慈愛，衝破一切障礙，唔係門同埋任何嘅屏障可以阻擋嘅。講到門，主耶穌曾經話過：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我是羊的門。主耶穌係門，我哋入咗呢隻門，一切就有咗保障同埋保護。最重要嘅係得到豐富嘅生命。有一個畫家，佢畫咗耶穌敲門嘅圖，大家發現門外係冇門把，於是就問嗰個畫家：咁耶穌點樣入去啊？個畫家就回答啦，佢話耶穌只係喺門外好有耐心咁樣喺度敲門，門把同埋門閂都喺門裏邊，要我哋每個人親自去開，請耶穌入嚟嘅。原來耶穌極有耐性同埋關懷，喺門外敲門已經唔知有幾多，同埋多幾多次噶啦，總係喺度等又等。可惜我哋有時冇足夠嘅敏銳同埋智慧去察覺敲門嘅聲，有時係聽見但係唔理會，
又唔作回應，唔去開門，呢個真係白白錯過天主嘅恩寵。門嘅設置阻擋唔到耶穌對我哋嘅愛，佢用以血換嚟嘅平安賜俾我哋，但係我哋喺好多人往往設下重重嘅關卡口門，去拒絕佢嘅召喚。喺呢個復活期間，就讓我哋打開心門，俾天主可以觸及我哋靈魂深處嘅機會啦。說話又講返嚟啦，好多人對多默嘅疑慮好認同，佢哋話眼見先為實啊嘛，冇親眼睇到，冇手觸摸到復活嘅耶穌，點樣可以聽別人講你就去信呢？嗱，講到眼見為實，確確鑿鑿咁先可以信，呢個就令我想起孔子嘅弟子顏回、霍曾。呢個古老嘅故事，霍曾通俗嘅解釋即係偷食。喺眾多嘅弟子之中，孔子認為顏回係最有仁德，但係佢居然偷食。事情原來係咁嘅，因為政治嘅原因，孔子被困喺郊野，仲斷咗糧食添。後嚟顏回唔知喺邊度得到一啲米煮飯俾大家食，但係有個弟子睇見顏回喺飯快要熟嘅時候，竟然伸手喺飯鍋裏邊攞咗啲飯嚟食。佢仲將呢件事話俾孔子聽。孔子非常之驚訝，佢話：我向來相信顏回係有仁德，佢咁樣做一定係有原因嘅。飯煮好啦，顏回就請孔子食飯。孔子就故意咁話：剛才我夢見先父，如果食物係清潔嘅，我想用佢先祭過父親先至食。咁顏回就快快脆脆話啦：唔得噶，剛才有啲炭灰掉到喺個鍋裏邊，我就將佢拎咗出嚟，但係上面黐住幾粒米，掉咗佢又唔係太好，所以我就將佢食咗啦。原來古禮係用過嘅飯唔會將佢嚟用祭祀嘅，否則就係對先人不敬。孔子聽咗之後好感嘆咁話：原以為眼見就為實，點知眼見嘅亦都未必係真實嘅。我哋所靠嘅係對人對事嘅信心，但係有時連我哋嘅心亦都會搖動。嚟睇下，要真正知道一個人嘅為人，亦都唔係容易喎。後嚟孔子又話：我咁樣信任顏回，唔係從今日開始嘅。從此弟子對顏回就更加佩服同埋尊敬啦。孔子嘅原以為眼見為實，誰知眼見嘅亦都未必係真嘅。我哋所靠嘅係對人對事嘅信心。翻返去今日嘅福音睇下，例如多默，佢要眼見為實，但係只要佢想下，佢跟隨咗耶穌3年，耶穌喺嗰3年裏邊行嘅聖蹟，佢嘅言行、教誨、忍受凌辱，最後死喺十字架上，都係佢親眼目睹嘅。難道嗰一切都唔足以證明耶穌對人嗰啲毫無保留嘅愛，同埋佢嘅復活，絕對係值得信任嘅咩？多默點解唔相信自己嘅觀察同埋判斷呢？就好似我剛才所講嘅顏回嘅故事，孔子信任佢，
係平時觀察所得嚟，佢唔會用一件事情嘅表象去做結論，去否定一個人嘅道德操守。信仰係理性同埋感性嘅結合，因此只靠理性嘅推理同埋解釋，只流於刻板同埋機械化，並唔能夠使人完全信服信仰。我哋不妨加入適度嘅感性，兩者調和，咁先至能夠掌握到真理。而家我又引述翻譯名家思果先生嘅幾句說話做結論。佢話耶穌係真天主，有聖經、教會、歷代聖人為證。有人問，點解仲有好多聰明人唔信耶穌呢？答案就係因為佢哋冇好好研究耶穌嘅說話，冇睇證據，而且耶穌早就話過，天地嘅主宰將呢啲事瞞住咗智慧同埋明達嘅人，而啟示咗俾小孩子。最後就讓我哋求主賜我哋嗰啲唔依恃自己嘅理智同埋智慧，而只係純樸咁懷住信去感受同埋接納耶穌嘅小孩子嘅恩寵，同時又好似多默一樣，喺獲得耶穌仁慈嘅照顧，觸摸咗耶穌嘅傷痕後，能夠有所轉化，產生堅實嘅信仰，而且成為耶穌復活嘅見證人。耶穌因愛將寶血流下，耶穌因愛甘心被釘上苦架，耶穌憐憫竟犧牲生命拯救我罪人，這是多大的福音。耶穌說你應寬恕仇敵，耶穌說你應讓仇恨止息，基督補飯叫我們彼此相親相愛，和能夠見證福音。天主因他偉大無比，我愛身邊人如我愛自己，由此世人可見我是基督的信徒，求主看顧這誡命能做到。將寶血流下，耶穌因愛甘心被釘上苦架，耶穌憐憫竟犧牲生命拯救我罪人，這是多大的福音。耶穌說你應寬恕仇敵，耶穌說你應讓仇恨止息，基督補飯叫我們彼此相親相愛，和能夠
人可見我是基督的信徒，求主看顧這誡命能做到。我愛天主，因他偉大無比，我愛身邊人如我愛自己，由此世人可見我是基督的信徒，求主看顧這誡命能做到，憑主的愛這誡命能做到。歡迎各位聽眾翻嚟漫步心靈路。咁今日好開心，除咗我 Samuel 之外，仲有兩位拍檔啊！兩位拍檔同大家打聲招呼先啦，好嗎？Hello 啊，苗哥你好啊！苗哥，我冇人咁叫我，通常係我叫阿沙姐或者 Mary 姐嘅啫喎，冇人叫我苗哥。咁你咪稱得上叫苗哥咯。大家好啊，各位聽眾好，我係積神啊，叫我做阿靜。阿靜，咦？咁其實阿靜把聲應該唔陌生嘅咯，你都主持過心靈路喎。又唔係話主持過，我只不過上過去做過嘉賓，咁啊有幾次沙姐同埋阿 Mary 姐都有揾過我一齊上去講幾句咁咯。OK，咁仲有第二位呢？ Hello， 大家好，我係 Louisa。其實 Louisa 把聲音都唔陌生㗎啦，咁有幾次上過幾次啦，都上過幾次㗎啦。Louisa 反而上得多過好多次添，我成日都聽到節目㗎。唔係啩？好似好耐冇上啦。咁好啦，我哋聽咗一首歌叫做《新誡命》，咁就係 Louisa 同埋阿靜帶俾我哋嘅。咁今日我哋講啲乜嘢呢？今日呢，就講一講我哋 Prism 嘅所有歌曲。Prism 嘅所有歌曲啊 ，Prism 有好多歌㗎喎。其實咧係想今次嚟咧係同大家再一次介紹一下我哋 Prism 喺灣區呢隊樂隊，同埋喺 Prism 喺灣區嘅咁耐嘅歷史發展㗎。歷史發展咁 Prism 幾時開始？其實咧呢個問題你唔應該問我，應該要問咧我前面呢一位莎姐啊，莎姐幾時變咗莎姐㗎？因為咧喺每次嘅我哋嘅 script 入邊咧，總會有一句係問啊，究竟我哋應該問邊個關於我哋 Prism 嘅歷史咧？咁個個一定會即刻望向佢啊，Louisa。唔係呢個係嘅，因為我發覺嚟緊下個禮拜個 show 咧，你哋兩個都擔大旗嘅喎。係啦，我比較擔少啲，因為我都跟住阿莎姐去做咗功課嘅。因為我有幸啱啱睇過你哋一次 rehearsal， 其實好精彩嘅。多謝。係不過唔係講翻先，下個禮拜就係個咯喎。下個禮拜就係4月14號，4點半喺大堂 St Mary Cathedral， 冇錯。咁就免費憑票入場嘅，咁希望大家聽眾都可以嚟支持一下啦。咁我哋講翻 Prism 先，咁阿莎姐，冇係啦，應該要問莎姐啦，係啦。唔好咁叫。究竟 Prism 係點嚟嘅咧？Prism 點嚟同埋幾時開始嘅？嗱，莎姐點樣獨擔大旗嘅咧？冇，從來都冇。我救命！其實 Prism 嘅前身係有個前身嘅。前身係咩咧？前身個名我唔係好記得。前身個名叫 Evangelium。前身個名叫 Evangelium。即係福音戰士。咁 Prism 就係新福音戰士啦，知唔知啊？大家係啦，我第一次認識就係由 church 度知道又係有一個福傳音樂會嘅嘢，咁我就去睇嘅。我覺得原來我哋天主教都會有呢一類型嘅福傳音樂會，因為你係透過朋友介紹你走去睇嘅。唔係喺 church 嘅時候，咁佢哋做 promotion， 咁跟住。我以為你係第一屆已經。唔係，Evangelium 好耐㗎。明白。有幾耐啊？好耐㗎啦！嗰陣時我都未嚟美國啊，我諗。係啊。唔係真係㗎，嗰陣時我應該未嚟美國㗎，可能。Evangelium 睇下先。係咪2000年嘅時候啊？可能2001年都未定嘅。我諗係2001年嗰陣時，應該我啱啱嚟美國嗰陣時都未知道，應該已經過咗你哋第一次，即係過咗 Evangelium 第一次嘅 concert。咁我去應該係第2年先至去嘅。咁因為你知道成日聽呢啲
福傳音樂會嘅類型嘅嘢咧，你只會可能聽到基督教佢哋就會有呢啲佈道會咁樣樣，但係天主教我真係冇聽過，比較少啲係啦，好少咯。通常都好傳統咁樣唱詩歌啊，但係就好少有啲流行啲嘅音樂或者普遍性一啲嘅感覺。係啊，所以我覺得好新奇。尤其中文歌更加少啦，中文歌仲要係流行曲目。係啊，我記得第一次去睇嘅時候，佢哋係做話劇㗎。做話劇好耐㗎。你記唔記得個主題咩啊？唔記得啦，真係好耐啦。係啊，但係我記得有話劇啦，有跳舞啦，有唱歌咯。我覺得好精彩。咁今次你哋會唔會又有唱歌、又跳舞、又有話劇？大家嚟睇咪知啦，係咪先？賣下關子先。係啦，賣下關子先。賣關子。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諗 Prism 嘅誕生大概可能係07年。好似係07年，唔係我哋07年嘅時候，好似係做過一個福傳音樂會，但係嗰陣時未正式叫做 Prism 嘅，好似。Exactly 幾時其實我唔係好記得。咁 Prism 其實 Prism 點解咧 ？Prism 其實咧就係直譯直説地係一個棱鏡。一個棱鏡。咁呢個棱鏡咧，你知道射一線光入去嘅時候就會變咗七色光啦。係啦。好似彩虹咁靚啦。咁其實我哋都係寓意翻天主嘅話，就好似嗰道線咁，透過我哋 Prism 咧。我哋咧就用我哋嘅歌去傳揚翻佢嘅福音。講得好好啊！呢個係 script 嚟㗎。係咩？冇啊！我哋 Prism 嘅意思就係好似我哋係 Prism 透過光線散發異彩咁樣。好嘢，好嘢，好嘢。係啦，咁所以其實Prism 係由我哋嗰陣時嘅組員投票出嚟嘅一個。OK。係啊，我諗我哋係想重新出發。咁所以我哋就覺得應該應該要揀過一個可以代表到我哋呢個福傳音樂樂隊嘅名咯。OK。係啊。咁其實好有意思啊。係好有意思，我都覺得。我好中意呢個名。係。咁你哋投得票出嚟嘅，其實呢個名都唔差嘅。我記得嗰陣時投票嘅時候有好幾個名嘅。係啊，有露水啦，唔知咩咁樣有咁多㗎原來。你有冇份投啊？冇啊！你講中文係嘛？中英文一齊㗎。中英文一齊㗎。唔係 Prism 呢個名有嗰陣時。唔係嗰陣時係揀英文先㗎。係啊，英文先。投名係唔係投票係投英文嘅？但係有 deal 啊嘛。有。係啊，咁咪露水咯，係咪先？咁但係 Prism 雖然譬如07年至到而家2013年咁都6年時間㗎咯喎。係啊。咁但係 Prism 都去過，除咗喺灣區自己表演之外，都去過可唔可以話喺世界唔同地方去過㗎咯？去過自由巡迴都唔算嘅。International concert 唔係咁去過邊度？唔係你兩個去過邊度先？跟 Prism 除咗話喺三藩市之外，都落過去 LA 啦。LA 就比較多幾次啦，即係就算我冇去嘅，代表住 Prism 去嘅都去過 LA 幾次表演。咁上次我自己都有跟 Prism 一齊去加拿大Toronto 嗰邊表演。OK。都有做過呢兩次比較遠嘅地方咯。OK。咁你去 Toronto，你去 Toronto 嗰次有冇啲咩難忘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Toronto 最難忘就係同美國冇乜分別啦。你以為係？我真係以為一個比較啲楓葉城啊，跟住即係加拿大我係從來未去過。你俾人呃咗啦。係感覺上想一個異地啲嘅地方咁好舒服，但係點知咧每日我哋韞喺屋企同埋聖堂之間嘅咁啊，因為要彩排要表演要食啦，所以冇機會遊覽其他地方。咁除咗彩排之後，你仲有受同當地嘅樂隊合作啦。係啊，亦都有受當地嘅電視台訪問啦。係啊，有啊，電視台電視台同埋radio 電台兩樣都有啦。咁其實如果大家聽眾想睇翻佢哋之前喺多倫多嘅訪問，上去 Prism 個 website 亦都有。係咩？睇好似有嘅。咁大鑊！嗰日坐完夜機，朝頭早即刻上嚟。係啊，除非俾人我都未瞓醒。除非俾人拆咗落嚟啦。咁我知道係有過㗎，應該仲喺度嘅，應該仲喺度嘅。係啊，咁樣除咗多倫多，仲有去羅省啦。係啦。其實問下你兩個最想去表演嘅邊度？除咗灣區之外，有邊個地方你覺得Prism 嚟緊應該去啦，應該去嗰度表演啦。其實我希望可能真係可以嘗試下喺香港，因為始終我哋成個 Prism 樂隊大部分人都係香港嚟嘅。
係啊，係啊，咁所以可能覺得係咪要回歸下？回歸下，但係其實即係如果喺香港就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其他嘅福傳團體嘅，咁所以可能我唔知啊。相對性可能更加發達啲添啊，可能翻到去。我當然想翻去我嘅故鄉啦。發達啲，你要解釋下咩叫發達啲啊？唔係即係我阿正嘅故鄉就係澳門。係啦，即係感覺上咧，呢啲福傳音樂會嘅話，因為講中文啦，亦都係廣東話啦，咁啊歌曲上面咧更加流行性，可能我唔知道啊。香港、澳門嗰方面可能已經更加多，或者做得更加流行一啲，或者普遍性一啲咯，可能。我諗流行曲中文嘅曲目，咁香港澳門當然係多啲人力物力啦。咁但係其實如果Prism 翻去同佢哋合作做一個 concert， 我覺得會好精彩。我都期待緊。好啦，有一日係啦，仲未係好老嘅時候。希望有關當局聽到我哋呢番説話啦，可以揾辦法做下啦。咁我哋嚟緊呢個 concert 個主題係乜嘢咧？主題咧叫做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和而不同。阿靜，咁對你嚟講，和而不同係咩意思？和而不同咧就係出自《論語》。我知道你有答案先問你啫。不如咁啦，留翻你個答案，轉頭翻嚟我哋大家再講。咁不如我哋聽一聽上次音樂會個主題曲。上音樂會嘅主題係咩？張開雙手。張開雙手。咁主題曲亦都係用翻同一個名嘅。希望大家留意歌詞。好。想得到多些越覺得不會足夠，其實很多東西一早便擁有。華麗的裝飾中，使我墮進魔鬼的引誘，曾內疚，卻不懂自救。握緊雙手，只害怕會失去所有。其實再滿主的恩典，便足夠。來吧，張開雙手，是愛在我心中輕滲透，我靈中釋放，有耶穌牽我走。張開雙手，等於接受主的愛多深厚。張開雙手，基督方可拖帶我繼續走。面對挫折，再不需擔憂，用愛解憂愁，忘掉世界各種的引誘，憑着信與愛天天奮鬥，才能夠與天掛豐收。來吧，張開雙手，使愛在我心中輕滲透，我靈中釋放，有耶穌牽我走。張開雙手，等於接受主的愛多深厚。張開雙手，基督方可拖帶我繼續走。面對挫折，再不需擔憂，用愛解憂愁，忘掉世界各種的引誘，憑着信與愛天天奮鬥，才能夠與天掛豐收。想得更多，
雙手，幾多方可拖帶我繼續走？面對挫折，再不需擔憂，用愛解憂愁，忘掉世界各種的引誘，憑着信與愛，天天奮鬥，才能夠與天國豐收。天主教宗教節目《漫步心靈路》，逢星期六下晝4點至5點喺 AM1400 播出，以及喺星期日晚上8點至9點重播。網上收聽請瀏覽 crossradio.com。如有任何查詢、意見或分享，請致電415-335-9329，或電郵到 crossradiosf@gmail.com。好，咁翻嚟第二節嘅漫步心靈路，咁頭先就聽咗一首好好聽嘅歌啦。阿靜問翻你，今次演唱會嘅主題和而不同，你有咩見解？咁咧，和而不同呢個字咧就真係出自《論語》嘅，不過咧我之前都唔知道嘅，其實就和而不同咧，其實照字面解釋咧，即係我諗緊啊，譬如話大家都好唔同嘅狀態之後，點樣去好和諧咁樣融合埋一齊？呢個就係我最片面嘅解釋啦。OK，Louisa 咧，你覺得咧？我諗和而不同亦都可以係我哋個個都唔同嘅，係即係好多人都唔同嘅，但係好多唔同嘅人聚集埋一齊做出一件事出嚟，又可以好和諧咁，好融洽咁樣咯。我諗係。講得好，咁我知道今次演唱會嘅英文個主題就係叫做 Harmony in Diversity，咁亦都係講翻同一個信息出嚟嘅。咁樣嚟緊呢個演唱會，你哋一路彩排當中，阿 Louisa 有啲乜嘢你係覺得好新鮮嘅？係有啲咩你意想不到嘅？因為你唔係第一次你做演唱會㗎啦，係咯。咁難嘅呢個問題，好難啊！係啊，唔係可以諗下。即係根據你咁老道嘅經驗嘅話，究竟比較起往年嗰10年有啲咩唔同咧？咁樣我冇參加10年咁多㗎。唔係啊，咁譬如你話咁，你演唱會咁你嗱咁都係收新歌，咁啊練下歌，咁啊跟住彩排，咁有啲歌可能要排下舞啊咁樣。我諗最大嘅挑戰係我哋有好多新嘅人加入咗我哋，都未講。其實今次有幾多位表演嘅？要數下喎。弟弟妹妹哥哥姐姐，阿 Jackson 喺度數緊5-6個到啦，好似大概。新嘅人啊嘛，係咪？係啊，新嘅6個，唔係咁全體啦，全體包埋你2個。哇係，真係要數。可能11-12個喎，我冇數到。10零個咯，係咯。咁其實都多人。唔係，其實一樣嘢我就係我好佩服。你話佩服又好，你話欣賞又好，就係 Prism 唔係話 set 死咗即係一班人。係啊，唔係啊，我哋係不斷換血㗎。就係不停換血。差唔多每一年嘅，我諗即係我參加咗 Prism 咁多年啦。即係唔會完全係同一班人咯，永遠都一係可能有啲人佢哋即係佢哋好忙啦，咁即係 join 唔到，咁我哋又會有啲新嘅人加入，咁每一次嘅演唱會都會係唔同嘅 combination， 亦都會有啲新嘅火花出現。係啦，亦都會有啲新嘅火花出現。係啦，咁今年我覺得好特別，就係我哋多咗好多。後生我哋好多嘅，係啊，我見到都。雖然我就話唔係好老，但係佢哋真係好後生，後生到我有啲驚添。唔係後生超過10年，咁你驚唔驚？原來有咁多㗎。係啊，有咁多啊！你諗下。所以更加帶得出和而不同呢一個道理，就係你年紀上有咁大嘅差別，同埋唔係話一個樂隊你一路5年、6年、10年都係一齊，因為你一個樂隊，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有默契。你彈吉他、彈琴啊，你 instrumentalist 當然啦，
你一路練歌嘅時候，你去到某一個位咧，你其實你睄一睄，你就知道大家做啲咩，唔好做啲咩嘅。咁但係呢個默契其實係真係要練翻嚟嘅，你冇得話你更好嘅樂師嘅音樂家，其實都未必有呢個默契喺度。係啊，真係靠練習得翻嚟嘅，我覺得。係啊，咁加上如果你成日換新血嘅話咧，係啊，重新再練過，你重實就要再係啊，即係你同一啲舊人，你就會有嗰個默契。冇錯。但係我哋差唔多係有50%係新人啊，今次。係啊。咁所以其實今次要練呢一個和諧咧，係比往年更加難嘅，我覺得。即係我會體驗到今次係會有啲困難。係啊，因為真係有超過一半嘅人係新人。係啊。咁但係唔係咁，我亦都知道你哋一路呢幾個月啦，超過幾個月都好努力咁練習。係啊，我哋個禮拜都見㗎。我哋仲要個禮拜見唔止幾個鐘啊，見好多個鐘。其實已經係一個大家庭嚟嘅。係啊，其實我哋真係一個大家庭嚟㗎。每個禮拜有你都開 party 嘅。係啊。最開心都係唞 break 嘅時間可以食嘢嘅啫。食下嘢啊，玩下。係咯。咁阿靜咧對嚟講，今次個對下個禮拜嘅 concert，你最大有啲咩期望？最大嘅就係我哋都經歷咗成幾個月嘅練習㗎啦，其實都大家都好有明顯嘅進步，其實大家都開始有種默契啊，或者團體嘅 feel 開始凝聚埋一齊，所以希望咧嚟緊下個禮拜表演嗰陣時咧，咁我真係可以表現到嗰份自信心啊，大家一齊係喺台上邊係真係有個心出嚟去宣揚主嘅光咁樣咯。嗱，我知道上次個 concert 叫做張開雙手，2011年就出咗餅 CD 嘅。咁今次有冇出 CD 啊？今次就冇出，未出 CD。咁即係話今次個 concert 會有好多新歌，大家係未聽過啦。係啊，大家一定要嚟啊！你就會聽到我哋有好多新歌㗎啦。講唔講得㗎啲歌？我諗都係唔好講住啦。咁大家又賣下關子。係啊，基本上全部都係新歌嚟嘅。係咪啊？係啊。OK。可能得一兩隻係。咁啲粉絲們有冇話機會可以聽到咧喺 CD 上邊？我想問下啦。真係唔知喎，我知錄緊嘅，我知道。我知道錄緊嘅，咁但係幾時會出街咧？咁就要係咯，粉絲咁其實我都好期待緊份新 CD 嘅。我都係。係咯，或者問下阿靜啦，對 Prism 嚟講啊，你對 Prism 將來2年、5年、10年有啲咩期望？你覺得 Prism 有啲乜嘢可以 keep， 亦都有啲乜嘢可以改變，令到 Prism 個宗旨或者佢個想做嘅嘢可以做得更好，更加發揚光大，更加將呢曙光變成7色、8色、16色。哎呀，我都唔知本身嘅期望，我冇諗過呢個問題，真係。不過咧，我諗緊 Prism 每一次咧都會有換新血嘅可能性嘅，其實50%又好，30%嘅新人加入好，我諗呢個就係 Prism 嘅自己本身一種福傳嘅方法。其實我哋都係大家每個禮拜一齊喺度練習，跟住聚會啊、傾偈啊，嗰陣時不斷喺度互相更加認識，嗰陣時先至去將自己對天主嘅認識咧更加互相分享。咁我就諗緊，如果再嚟緊嘅幾年，譬如話呢一批新嘅人繼續落去多一年，咁啊下一年又再新嘅嚟呢，咁就好似有種一代傳一代更加宣揚開去福傳方法咯。咁就算你未必為 join 到 Prism 嘅話，咁希望都可以用呢種方式，透過譬如話我哋新嘅呢一批傳俾佢哋身邊嘅朋友，咁啊叫佢哋嚟聽 concert 又好，聽我哋嘅歌曲又好，透過我哋再認識多啲天主嘅好，我覺得呢個就係 Prism 嗰個真正嗰條路係咁樣行落去咯。係啦。講得非常之好啊！咁其實都係呼籲下大家下個禮拜，如果你有任何朋友，教友又好，非教友又好，歡迎你哋帶佢哋嚟參加呢個 concert。咁個 concert 再一次 Louisa 幾時幾點？4月14號，星期日嚟嘅。星期日晏晝4點半喺 St Mary's Cathedral， 即係喺 Japantown 附近。Japantown 附近就係St Mary's Cathedral 就係三藩市主教座堂，咁就喺下層禮堂度舉行嘅。個地址就係1111 Gulf Street。
喺三藩市，咁 Louisa 話喺 Japantown 附近，你見到你經過一定會見到嘅，係一個白色一間好靚嘅教堂。係，如果你未去過咧，其實佢喺聖堂裏邊嗰個你入到去咧，其實係好宏偉嘅。尤其是如果出邊係好太陽嘅時候咧，佢射入嚟嘅光咧係非常非常之令觸動到嚟嘅。係啊，同埋有好多 parking 嘅，唔使擔心。有 parking。係啊，咁如果想知道多啲嘅，可以上 Prism 個網站，就係 www.prismmusic.org prismmusic.org。電話查詢係415-614-5574。咁多謝阿靜，多謝 Louisa， 今日同我傾偈，時間都過得好快。咁節目完嘅時候，想送一首歌俾大家。呢首歌佢 Louisa 都講過，我哋收尾嘅時候講過，佢話都帶得出和而不同嘅信息。咁大家留意下歌詞，睇下係咪真係有和而不同嘅信息。呢首歌叫我要用全身。Thank you。咁下次喺漫步心靈路再同大家見面。拜拜。拜拜。拜拜。天使的歌韻，用我眼看看世間的繽紛，用我口唱唱歡樂的心韻，用我鼻去感受野花香四滲，用我手去作工服務人群，用我腳踏出基督的足印，用我心要去安慰別人，用全身去答謝救主的領引。我要用全身，我要用全身，將愛心相拉近，傳播主的喜訊，莫再等。我要用全身，我要用全身去活出主指引，讓我可奉獻我一生。用我耳聽聽天使的歌韻，用我眼的心韻，用我鼻去感受野花香四滲，用我手去作工服務人群，用我腳踏出基督的足印，用我心要去安慰別人，用全身去答謝救主的領引。我要用全身，我要用全身，將愛心相拉近，傳播主的喜訊，莫再等。我要用全身，我要用全身去活出主指引，讓我可奉獻我一生。我要用全身，我要用全身，將愛心相拉近，傳播主的喜訊，莫再等。我要用全身，我要用全身去活出主指引，讓我可奉獻我一生。
宣告，花瓣跳舞，是我與四季的擁抱。可否知道，微風的細數，總讚主的美好。此生有你，令這世界變得很美。感激有你，令我載滿這種福氣不想死。全因依靠你，沒困憂便會飛。埋怨中拋開一切離傷心，也再受創傷。盼望亦能像那天心多歡暢，路縱使多無常，未怕崎嶇與漫長。原來是我已遇上的方向。傳送這不息的愛似光，分秒照耀四方。福音之旅讓我闖，主創造世間的你，是常傳道理。我此生皆因有你，盼能我可一生銘記。天主教宗教節目《漫步心靈路》，逢星期六下晝4點至5點喺 AM1400 播出，以及喺星期日晚上8點至9點重播。網上收聽請瀏覽 crossradio.com。如有任何查詢、意見或分享，請致電415-335-9329，或電郵到 crossradiosf@gmail.com。将要走进沙漠，我却担心我会感到饥渴。我将要游出海洋，我却担心我会找不到停泊的岸。我将要走进山林，却害怕我会被猛兽所伤。我将飞上天空去，却害怕跌倒。我将要进入大
学，我却担心我的选课是不是正确。我将要找份工作，我却担心这一份根本不适合我。我想我将要结婚，却害怕这个不是我爱的人。我走我的人生路，却害怕跌倒。前途一片迷茫，我不知应该走到哪个方向。希望我主带领我到光明路上。主啊，你带我去哪里，我都会去，因为你带我去的地方必是幸福之地。主啊，请你给我多一点点信心，无论我在任何地方，我也要信靠你。我将要进入大学，我却担心我的选课是不是正确。我将要找份工作，我却担心这一份根本不适合我。我想我将要结婚，却害怕这个不是我爱的人。我走我的人生路，却害怕跌倒。前途一片迷茫，我不知应该走到哪个方向。希望我主带领我到光明路上。主啊，你带我去哪里，我都会去，因为你带我去的地方必是幸福之地。